歡迎大家收睇大型電視連續劇《外來撈屎本地撞》。為咗考驗廣大網友嘅智商，近日撈屎劇組咧就發佈咗一份唔多似定選單嘅定選單，同埋一份唔多似合同嘅購車合同。跟住咧就有熱心嘅網友爆料，定選單上邊呢間花都嘅修理廠響2018年12月就已經註銷咗啦，根本就冇任何資質去定選維修，更加冇可能開得出維修發票。我哋行內嘅人都知道，花都陳田嗰邊係有名嘅拆車件市場，保險公司幫你埋單整車，你都用拆車件，驚住保險公司有經濟負擔，你係真係人美心善，冇得彈。第二點，人哋嘅購車合同咧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，而佢嘅購車合同咧係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合法法。咁嚴謹嘅購車合同都可以寫到咁閪肥流，冇文化係真可怕。第三點，響定選單上面嘅車架號同埋發動機號，竟然同購車合同上面嘅號碼完全對唔翻。喂，搵食嘅大佬，你哋道具組啲同事可唔可以做嘢認真啲啊？第四點，右下角嘅落款簽名嗰度，竟然用黑色筆後期加翻上去，你好歹都攞張紙墊喺上邊，寫落張紙度。咁下邊複寫紙自然就會印上去噶啦，教埋你啦。下次咧就唔好再犯啲咁低級嘅錯誤啦。撈屎劇組今次係大撚鑊啦，錯漏百出，越描越黑。原本諗住寫一個劇本就收攤嘅，點不知仲要出續集。今日嘅劇情咧就更新到呢一度，欲知後事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我大佬搞咁耐，你咪唔閪俾面先。